家好，我是最爱你台语的廖弟。今仔日要来分享阮兜食饭的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。大家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自从哥哥去斗啦读大学，到今年伊毕业啊，人又搁走去台北创业，想要望伊转来，规家伙仔做伙食一顿饭，我看是较无可能。这几年来，就剩我同阮爸仔母做伙食饭，加在我太枵气。我逐工拢会伫食饭的时，讲一寡学校、老师、同学上课笑课的代志，做落来讲新闻、讲网络、讲政治、讲选举，五四三个讲一大堆啦。规日讲天、讲地、讲经过，讲校野、讲饭例，无所不讲，无所不谈。但是这阵啊，食饭煞加一项物件出来乱，害我食饭的时变甲点出出，饭一直飞，一直吃，一直个无时间讲话呢。惨啊，母也咧叫啊，叫足侪声，我拢无听伊啦。恁敢知影是啥物物件遮厉害？对，就是手机啊啦。食饭看影片，看愈久食愈济，煞愈吃愈大颗，真害！在座应该真侪人跟我同款，有这款镜头吼。包括伫外面食饭，嘛拢安尼。结果一顿饭吃落来，无声讲着话，大家嘛是阁无熟悉。所以这食饭耍手机啊，会歹习惯，爱改哦。前一阵啊，公司随来晚餐这部小组，有想着我伫网络讲台语笑话的影片，讲要来迄一集全台语介绍阮兜的影片。咱来想一位心目中上介意的大明星，制作单位就邀请伊来阮兜。大明星要来这天，阮兜四人心肝不好彩。结果来的大明星，就是我邀请的网络创作歌手。大明星跟阮一家伙仔坐落来食饭，我坐伫伊的边仔，伊真正少水呢。我看哥哥甲伊拢是网络 YouTuber， 有真侪共同的话题。伊嘛鼓励我爱先认真读册，才会用去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。佮讲要同阮兄弟啊做伙出片呢，这顿饭食了有够爽快的啦！嘛是我出世到今写过上意义、印象上深的一顿饭。最后，我要来分享一个做人的道理。咱逐工伫厝食饭，有一件代志，恁毋知有注意到无？请问恁兜咧食饭，囡仔敢会等时大拢坐好才我来写？如果有，安尼恭喜你，恁厝绝对兴旺。要是囡仔坐落来就幸福啦，且无看长辈有来食无，家己好食的物来食，食饱爽啊就爽。若是安尼，你爱注意哦，对囡仔小的习惯，就看会出这个家袂歹啊呢。咱的教育由家庭做起，虽然是食饭小的代志，嘛是教化的根本。我的分享到这结束，谢谢。你前后讲吼，内容嘛真好，但是有两个音唔对，我先甲你讲吼。学校毕业唔是毕业，毕业学校毕业是毕业，唔是毕业。过来就是网络，唔是网络，网络是你要去掠网啊的所在，叫做网络。Internet 就叫做网络。网吼。我请教你一个问题，你讲恁厝绝对兴旺，兴旺是啥物意思？就是恁厝以后绝对会好大财。好，多谢。